聖經腓立比書1章19節，因為我知道這是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，終必叫我得救。呢度講緊係保羅喺羅馬等候案件上訴嘅時候，佢好清楚可以脫離呢一個案件，因為佢知道有腓立比教會為佢代禱，亦有耶穌基督嘅聖靈嘅嗰個嘅幫助，叫佢可以真係脫離呢個案件，得到釋放，真係寶貴嘅恩典。呢個俾我哋見到保羅相信腓立比教會為佢代禱嘅嗰個重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呢個係一個好寶貴嘅功課，讓我哋真係能夠為別人、為弟兄姊妹常常嘅代禱，教會裏邊同心合意嚟到禱告，彼此嘅代求，相信主可以帶領我哋解決我哋嘅問題，依靠佢彼此相愛，彼此嘅代禱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